ChatGPT 10萬個點解自然科學 YouTube.com/TiTipTime。大家想我下期解釋啲咩嘢？歡迎留言，鍾意嘅就讚好分享，唔鍾意嘅就留言俾意見。為什麼會有地震？地震是地球內部能量突然釋放而引起的地面震動，其成因複雜多樣。地球內部結構分為地殼、地幔和地核。地幔中的物質在高溫下呈半流動狀態，會產生對流運動，推動地殼板塊運動，積累應力。當超過岩石承受極限時，釋放能量，引發地震。板塊構造理論解釋地震成因。地球的地殼由數十個板塊組成，這些板塊在地幔對流的推動下運動。板塊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地震的主要原因，包括板塊邊界碰撞、拉伸和滑動。這些作用會導致岩石斷裂和變形，引發地震。地質活動也會引發地震。地球內部的熱能通過地熱活動傳遞到地殼，導致地殼變動。例如，火山活動會使岩漿在地殼中移動，當岩漿上升至地表時，可能會迫使地殼斷裂，產生震動。這種地震通常被稱為火山地震。人為活動可能引發地震，包括地下核試驗、礦山開採和大型水壩建設。這些活動會改變地下岩石的應力分布，導致岩石破裂或滑動，引發地震。其他因素如地球的自轉和公轉、月球的引力變化也可能影響板塊運動，引發地震。地震成因複雜多樣，隨着科學技術發展，我們對地震的理解加深，但仍無法完全預測地震發生，應加強預防意識，減少損失。